那我从回收队开始做起，看到我们原台南市南区的那个回收厂，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所以在99年的时候，我们办公室那边刚好是之前的局长，然后有在想说要来做一个 DIY 的课程，然后就开始就去想说我要怎么去推这个工作，所以我去找11个老师，每1个月办1场的那个 DIY 的课程，就是用回收的东西，然后才做成一个作品。那个时候其实都很抢手，那也没有说民众那边来的当报名，你一定要拿回收物来跟我来上这一堂课。所以我们的这个 DIY 的课程一直到现在，目前甚至于说已经有公司工厂都来跟我们 touch， 这都是我们民众一般没人要订的物件啊，咱个用啊变个正样好用的，而且很抢手。那也看到现在大家对旧的物品，然后一直的做秋起那你就会觉得说那是对的。去年有收到一件那个像药柜，就古早时候的药柜，然后它有90几个抽屉，回收来的时候真的破烂不堪。可是呢，又觉得很可惜，因为毕竟它的材质都是块木，所以我们修缮完也卖得蛮好的价钱也算蛮高。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全台湾最美的公署要重新跟大家见面喽！这里就是台南的藏经阁2馆喽。移民署搬迁后，台南市环保局用心做修缮，成为2手台式老物家具展示的场域哦。众多独一无二的2手老物家具都藏在藏经阁里哦。不少独立小店家都来寻宝，甚至连北部的民众都来买哦。还有众多手作小物等你来带回家。喜欢台式家具老物、手作商品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哦。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5月1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仔日是农历3月23，也是妈祖圣诞。正统罗里门圣母庙特别举办一系列的祝寿活动，发送寿桃、寿面，互信众食平安。全台各地分灵庙、油宫以及高背景，也拢前来参香祝寿，非常热烈。今年5月10日是妈祖圣诞，正统罗里门圣母庙伫妈祖殿举行寿诞寿宴，由主委王金营担任主祭，仪式遵循古礼来进行，向罗里门妈行上香献礼，并行3跪9叩首大礼，共读祝文等仪式。今仔是农历的3月23妈祖的圣诞啊！阮罗里门圣母嘛是遵循这个古礼啊，来咧恭祝着阮罗里门妈圣诞千秋啊！因为阮伫民国2年来第2次重建，7年就会安做，迄阵阮就开始来举办这个妈祖的圣诞。民国2年到这时迄个8出头冬已经超过100年啊！所以讲阮庙遵循这个古礼。已经超过100冬，阮罗里门妈的圣迹奇迹算只是非常的多，欢迎大家甲再来罗里门圣母庙遮参拜，互阮罗里门妈庇佑互咱一年较顺利，身体健康大赚钱，祝大家。正统罗里门圣母庙主委王金营表示，罗里门是台湾妈祖信仰的发源地，伫罗里门妈的庇佑之下，台南土城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已经成为东南亚上大妈祖庙，结合了观光、美食、文化、休闲、慈善，是台湾妈祖文化代表性庙宇。邀请善心大德做伙来圣母庙参拜，互神明庇佑大家身心安康。圣母庙应有主委郑清池，甲真侪信众也共同发声，捐献3000组寿桃甲寿面。并伫妈祖花诞寿宴寿典完成了后，分送予前来祝贺信众食平安。妈祖圣诞这天，庙方冇办理捐会活动，邀集信众将对妈祖祝寿的心意化作大爱捐会救人。台南新闻张硕维
采访报道。已经迈入第4档的台南儿童艺术教育节，今年因为疫情已经稳定，所以扩大举办，总共规划83场系列展演活动。12号伫台南市政府举办宣传记者会，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来为活动做宣传。由善化大同国小学童甲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大姐姐做伙做小日场，共同表演儿童艺术节主题曲创意舞蹈。不管是为造型，也或是舞蹈动作，全部拢展现出儿童艺术教育节教育意涵，并为囡仔营造多侪展现自信舞台。好，笑一笑。多面窗一放轻松，把青花做上衣裳，粉色彩旗飞扬。我们孩子他的一个艺术教育，他的艺能教育能够有很多的展现。好，我很想学武秀，各方面都能够展现我们同学他的一个多元的一个艺术教育以及这个许多的嗜好。那我想说这个部分总共有83场静态跟动态的表演。那我相信一定是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中朋友大家都热切期待的，营造更多的舞台。让这些有不同才能的孩子呢，让他们有展演的空间。那我们大人呢，就给他掌声。其实，在掌声当中长大的孩子，那他有才能，他就对自己更有自信。我想这个是市长在整个教育的理念上跟我们教育局共同期待的。教育局表示，资讯科技时代更需要美感养成，培养学生创书美学能力。除了平常时的艺术课程，也透过儿童艺术教育节一起玩、一起赏、一起学、一起舞、一起秀系列活动，提供学生艺术创作发表空间，展现台南囡仔独特自信甲力量。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江建庄200年，由台江文化中心甲社区大学联合举办台江100年教育故事展。特别邀请柯基林、毛连温甲新美月老师的梦声，做伙专门叙述近3位台江重要的教育工作者，每一部作品拢有特别的教育故事。为庆祝台江建庄200年，由着台江文化中心甲社区大学联合举办的台江100年教育故事画展，12号下午伫台江文化中心2楼的展示厅来举行开幕大会，包括市府副秘书长王阳志、教育局副局长吴国民，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甲教育界人士共同出席。会中除了展示3位台江在地的老师许麒麟、毛连温甲辛美月对着台江教育的贡献，同时也佫邀请2位的妇人陈霞云甲郑美和女士的画展。每一部的作品拢有伊教育的故事。200档来吼，到今年都200档，前100档是咱伫即个湿地内底来营造咱一种湿地的杂乐寮的社会环境。伫咧过程当中，教育非常重要，所以咱的先民拢伫咱的这宗庙内底吼，请汉伟老师来教课，这种渔会思想的文化一直传延到今嘛啦吼。那么到二战时代，1895年咱日本这个来时代的时阵，咱在地这老大甲读册人汉伟老师就来提倡设立这个安顺公学校、甲马祖金公校，也就是即卖海东国小、安顺国小。伫即个战后这种教育迄时阵就是咱许麒麟老师来栽培咱在地最重要的这个知识分子所以咱今年办这个台江建庄200年100年的教育故事展其实一个目标就希望讲透过这个100年的教育3地人的教育故事，互咱即卖的人有甲子弟会当来了解到过去先民伫个经济困苦的时代。赶快没有忘记教育文化的这个重要的工作。郑教授甲我讲要做发展的当时，我拢无想啥，我看他足欢喜，足欢喜，讲我要回来咱台江遮看这个台江文化中心，啊，可会当看到师母。因为疫情期间吼，我足久无看到，无来看师母啊，所以我足想伊。
所以听到讲要做画展，我根本无想到画展的代志，就是甘那欢喜要转来安尼，搁会今仔日大家转来会当看遮乡亲啊，来感谢即个吴执行长带即个团队安尼，会当做到今仔日安尼，这实在是足无简单，足无简单的。其中高龄93岁陈霞云是许麒麟老师的夫人，而85岁毛连温老师夫人郑美和女士，为了要甲师母来见面，嘛特别前来，两个人有讲有笑，互相扶持，场面温馨。而这场的展览从今日起一直到6月12日，伫台港文化中心2楼的电视厅展出。主办单位表示，欢迎台港的乡亲做伙来对书。嘛为教育贡献的老师来感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基美病院伫疫情解封以后，迎接母亲节，特别举办健康活力俏妈咪的活动。现场除了邀请病院的志工妈妈表演充满活力的舞蹈以外，阁有物理治疗师指导以及癌症的筛检。希望每一位妈妈拢会当关心家己的健康。随着社会开放，加多元的家庭，现在真侪女性拢爱身兼几啊职，而且长期处理的压力，无形之下容易袂记住家己的身体健康。伫个母亲节来临进前，基美病院趁着疫情的疏解，嘛特别举办健康活力俏妈咪的活动。现场除了邀请志工妈妈活力的舞蹈表演。另外，病院嘛趁机会来选择5项癌症的筛检。5月的确是很值得感恩的日子哈，因为有母亲节，母亲都是最伟大的。在家里头，不只照顾大家的生活起居、食衣住行娱乐，其实在家里头，我们健康决策的决定者，其实也是妈妈。妈妈也常常会唠叨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3餐要吃得饱，生活要定时定量哈。那妈妈们不只要照顾家人，也要照顾自己哦。所以在母亲节，我们特别推出来这样的活动，一闪一闪亮晶晶，活力俏妈咪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透过妈咪们来带动，要来接受定期的健康检查、定期的疫苗注射，要过健康的生活形态。妈妈的带动，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健康哦。伫病院志工妈妈活力的舞蹈表演。现场还有专业的物理治疗师，透过活力的舒展操来带动，让辛苦的妈妈好好放松舒展。为了迎接母亲节，鼓励妈妈来做筛检，民众只要伫个5月底进前符合癌症筛检的条件，并且完成筛检，病院还佫祭出送礼券的活动。会长病院的院长嘛一一致赠康乃馨，予到场的每一位妈妈。预祝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日林国小位伫台南旧城主要河流之一的德庆溪边啊，学校特别伫母亲节进前，带领60位师生，沿着这条河的源头，甲古迹等等重要的景点进行游学行踏，同时嘛发表古迹教育地图。台南市日林国小为着让学生更加了解德庆溪这条台南的母亲之河，学校请师生甲专业老师参考这文献甲府城古地图了后，结合文史、科技甲美学专长，重新制作出日林囡仔放心游古迹教育地图。来，这个部分呢，这张地图是古地图，是文资处的古地图，但是我们透过数位科技的方式，把它做一个翻转。现在打开你们的手册，我们自己绘画的丽人囡仔放心游这张地图，你们手上的地图的德庆溪，下一条溪流这样子流过去，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出海口在这边，出海口。台江内海的出海口从这边出去。那以前刚才校长有提到了，以前怎样？以前就是传到这边。这条路为学校出发，经过开基天后宫、大观音亭、行济宫、台南护校，
原台南厅长官邸以及台南一中，大家一路观赏古迹之美，并了解历史渊源以及故事。那我们孩子对我们的救儿道在母亲节的前夕，我们用我们国语跟英语跟台语的部分说出我们对台南市母亲之河对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心得跟感想，也谢谢他带给我们台南市这样一个历史的变迁跟繁荣的历史。学校探到母亲节前夕举办这款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虽然时间只有半天，也毋过让学生透过这份地图，看到府城市巴东的历史甲变化。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绿林国小的师生漫游台南母亲之河德庆溪，途中经过阿母寮市场，所以嘛采讲台南当地当季的食材来拍卤面，而且阁将学校种的草莓做成冰沙，让学生体验食农教育。今天就是小朋友们做出这一碗美味的台南打卤面呢，来献给我们伟大的母亲哦。台南市绿林国小除了致力伫高级教育，也伫咧推动食农教育。学校6年级的学生伫专业总铺师的教学之下，用台南在地食材莲甲、草菇、木耳、红菜头、白菜头、高丽菜、关庙面等等，制作出美味的拍卤面。首先把葱跟香菇切碎。切碎之后放进锅子，倒油开火，然后来爆香。爆香之后呢，我们来加个水，然后加完水加白萝卜跟胡萝卜，因为萝卜比较不容易熟。等水滚开之后呢，再放香菇跟木耳进去煮之后，然后再来就是放高丽菜，高丽菜放完就是放面，然后放面之后用完就是要用那个马铃薯做的太白粉，番薯粉也是可以。就是去让它变成根，有点勾芡的样子，然后让它变成根之后就可以加下去，美味的大卤面就这样完成了。经过学生的精心烹煮，将这的拍卤面提供给幼儿园将要毕业的学弟妹。学校也用校内种的草莓制作成冰沙。校长表示，拍卤面有着传统的技法甲文史含义，会当借着学生的实作甲呈现，传递给学弟妹相当温馨幸福。借由食育的部分，教小朋友食安，食安的部分也教小朋友要感恩，要惜福，要能够把今天大家自己用在地的食材烹出来最美味、最自然、最天然。这样好不好吃？我觉得闻起来有点臭臭的。我说面好不好吃？好吃。校长讲，人生有3种滋味上难忘：妈妈的滋味、母校的滋味，甲家乡的滋味。希望学生会当将这的滋味记好条，并转去分享给妈妈。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伫高雄文化中心附近的巷仔内，有一对姐弟仔，结合父母开的40档的饼果店，除了传承母亲的好手艺，做出真受欢迎的豆花甲雪花冰以外，佮加入新的创意，做出红菜头口味的豆花。高雄文化中心附近的巷弄内，一间文清风冰果店矗立在转角。这间冰果店创立超过40年，主打传统、健康、天然，爸妈做出的纯粹好味道，透过儿子女儿的手继续传承。尤其是这碗许多人慕名而来的雪花冰。就是每一种水果它颜色也不同，颜色上就会改变蛮多，然后看起来会比较缤纷。那因为颜色会让我们的视觉，就是心情跟情绪上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子。一口下去，雪花冰浓浓的都是牛奶味。老板对客人品尝的每一口滋味都丝毫不马虎。手工豆花也是妈妈留下的好手艺。接手冰果店后，老板依然遵照妈妈的传统方式，才能做出绵密细致的豆花，更会配合活动推出限时限地的新奇口味。做豆花基本上我们会先浸泡黄豆，浸泡的黄豆这个时间的话，冬天的话大概会需要8到10个小时，然后夏天大概5到6个小时，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让它去软化，这样磨完之后再去熬煮。
春荣豆花也是选妈妈的名字，就是去取的这一个，按照妈妈传统的做法。然后我就是跟妈妈一起学，做了一阵子之后，也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的去改变，去想说要怎么让豆花的口感再更细致，然后柔顺。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有做了红萝卜口味的豆花。那因为我们会选用红萝卜，是因为红萝卜它的颜色加在豆花里面呈现也会很漂亮。那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听到红萝卜可能会觉得红萝卜有一个生味，他会有点害怕。就是我们加在豆花里面之后，它加上我们的糖水，因为其实你在外面吃到的豆花一般都是会比较汤水水的，但是因为我们用的是浓郁的糖，所以我们的豆花吃起来也会跟外面吃起来不太一样。那又加上我们豆花比较绵密、更香，然后口感会更好。老板对自家豆花相当有信心。他们不同于其他豆花的特别之处，就是糖水的浓厚，搭配上纯粹清新的原味手工豆花，两者融合之后，就是高雄炎热的夏天里一道消暑又无负担的甜品。红美就像我们第二个母亲一样，就是陪伴我们、照顾我们、陪我们一起长大。那因为这边有太多种种的回忆与不舍，然后我们就是决定就是一起接下这份责任，让我们再延续下去这样子。因为妈妈离世前的叮嘱，两位老板接下了家中的冰果店，发挥创意，将传统与新意结合，为老冰果店注入新的生机。记者萧怡轩、李凡飞高雄采访报道。左营区福山里唯一的公庙祝福宫，后事获得证实，原本是一间工厂员工膜拜石碑，只要伫地方人士协助之下，才起庙安坐神尊。福山里的里长平常时拢会甲庙方合作，举办祖先活动，帮助着西民众努力扮演好现代土地公的角色。每个月的初16，左营福山里慈福宫都会由当月的炉主请来道长，举办犒赏五营将军兵马的仪式，让被现代大楼包围的土地公庙顿时热闹起来。现在经常过来这里拜，他们都有感应，我也万万没想到我才参与这个庙事务而已，就今年就让我被公安让我当选今年的炉主。左营区福山里里长平时都会来到慈福宫敬拜福德正神，并且和庙方合作举办许多慈善活动，像是中元普渡物资发放和腊八粥发放，以及母亲节表扬活动，帮助弱势民众努力扮演好现代土地公的角色。非常感谢我们的左营福山的慈福宫，那我们里面各种大小活动，他大概都不遗余力的参与，比如说弱势儿童，还有我们母亲节的活动，还有写春联社区的一些活动。他们都很热心、很热情的来做赞助，包括弱势要有捐献，我们这个还是那个创世基金会那个社团什么，我们都有小额在赞助，弱势儿童、老人的。慈福宫是左营福山里唯一的宫庙，奉祀的福德正神原本是一间工厂员工膜拜的石碑，之后才在地方人士的协助之下建庙安坐神尊，106年才新建现在看到的寺庙。16号，如果有信徒要来家修经，有法师，有道长在这边，也当来，里面还有那个火眼嘛，介绍一下那个虎也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就是那边有零钱，按那个信徒你们的这边奉香，也当花有大钱换小钱，钱换钱，嘿，再等于让恁大家大赚钱。虽然建庙的时间不长，但是慈福宫也算是见证福山里的发展，从一片荒芜的土地到盖满许多高楼大厦，如今也成为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参与地方公益活动，守护社区。从那个很草创期的时候，到信徒很多的时候，就又买的这块地，经过还有那个黄昭顺委员前立委，他就帮我们去居中协调，我们这边的土地可以利用的面积增大，
我们是学习福德正神的精神了哈。我们都自称为土地公也不好，但是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真正的土地公，我们的福德正神是在我们这里。对，然后我们也要学习他的精神啊，护佑万民。土地公守护一方土地，保佑地方人民安康，和现在的里长角色相似。福山李里长也学习福德正神的精神，努力守护里民。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